破壞神邪惡復仇者個名超長，平衡型係長毛所用，集齊所有星星碎片嘅究極陀螺，基本能力係可以用到所有傳說陀螺同埋佢哋以前對戰過嘅召喚獸，等於係所有陀螺嘅頂點。設定上完全復活嘅復仇者根本冇可能被打低，唔會被彈出場外，唔會停轉，根本係無敵嘅存在。除咗俾4季陀螺戰士一齊封印，而佢嘅必殺傳技係一擊必殺嘅天地憤怒，就係爆發能量波，連人帶陀螺一齊打。用生命值硬接嘅龍牙當場斷氣。現實嘅復仇者都超特別，將輪盤擺放次序唔同，會變成攻擊同超平衡模式。大輪盤放喺輪盤上面就係攻擊模式，其實係普通陀螺。超平衡先係最大特點。大輪盤放喺輪盤底下時會變成自由轉動，即係大輪盤同陀螺分開轉，而配合 X 軸心嘅機關。當受到攻擊，大輪盤嘅轉動會壓到 X 軸心嘅彈弓，令對戰時底盤可以不斷轉變3個種類：攻擊、防禦、持久。應該係我印象中唯一隻輪盤可以同軸心有聯動嘅陀螺。外觀嚟講，遠睇就好醜，但近睇你可以從機關紋路都發現到傳說陀螺嘅影子，真係睇得出呢隻好有心思，名副其實係最終 boss 嘅。